大家好，今次會講2025年 DSE 數學卷1第19題，題目比較長，我會分3條片去講呢條題目。題目比較難啲，如果想攞4、5、5星、5星星，可以挑戰下。先睇一睇題目。題目提供一條直線方程 L， 一個圓方程 C， 圓方程內有2個未知數 ，A、B 都係正常數。圓 C 通過負10。9 L 係 C 嘅切線。Part A 需要證明一條一元二次方程有二重根，之後再計 A 同 B 嘅值。因為 C 通過負10 9，所以會將呢一點嘅坐標代入 C 方程，然後以 B 為主項，得到 B 等於10乘以 A 減163。另外，因為二次方程有二重根，所以 delta 等於0，而且 L 係 C 嘅切線，亦都係 delta 等於0。所以我會將 L 嘅主項轉為 y， 之後代入 C 嘅方程，將 L 嘅主項轉為 y， 得到 y 等於4x 加83。將 y 等於4x 加83同埋 b 等於10乘以 A 減163代入 C 嘅方程。因為唔想計分數，所以成條式乘以9，之後拆括號同類項加減就會得到 Part A， 叫大家做嗰條式。總結寫，因為 L 係 C 嘅切線，所以方程有二重根。跟住計 A， 因為方程有二重根，所以 delta 等於0。跟住又係拆括號同類項加減，得到 81A 二次加2520A 減82800等於0。之後用計數機 formula 01計到 A 係20或者一個負嘅分數。因為題目一開始話 A 係正常數，所以寫去負值嘅分數。最後將 A 等於20代入 B 等於10乘以 A 減163，得到 B 等於37。Part A 做完之後會有影片講 Part B 啊。